Если ж не взаду даже шорохи, звезды замерут до утра.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,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вечера.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,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вечера.无啦，我哋啲啊讨论嘅凶杀案嘅案情。关于这个凶杀案啊，劝大家还是不要陷入太深，免得惹祸上身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庄园不仅仅有诅咒，还闹鬼。对了，阿雄啊，我要继续住下去啊，房租方面可不可以打个折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喝杯茶吧。不，要睡觉，喝茶对皮肤不好啊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好啦，11点嘞，要暗诶，唔得听听讲啊，来睡。好啦，听到你啊。你现在就睡。好。那意思就是哦。阿雄啊，做安泰克斯，他做推天嘞，见用唔惊。大家要记啊，所有人他都唔会离开啊，继续喺下去啊。大手弟，唔对呀？无限几人，还唔衰哦。可能头脑大尖噶，那让我衰落噶。嘛嘅大尖噶。头家，那像哦发霉嘅事情，唔就唔好讲依附其他人嘅啦。嘛嘅意思啊？你看，咱拿我一份报纸，当我就写动清楚啊。发霉啊嘅人哦，钱可动多，还系无啥费嘅呢。佢根本就唔係乜嘅好人，想喺自己嘅人，伊太對啦。不錯。還有，今次伊也證明，反而離開嘅房間就冇多進來，還有其他人也冇離開自己嘅間啊。最重要嘅係，亞位嘅人完全都冇自己同意啊。唔嘅意思係。榕樹唔係總園度嘅人，
无唔错。那个事情，要他讲很太早，廿一歲啦，唔好亂談。难认真的呢。好，那要我講唔就亂的啦。也好，就查李志玲嘅 DV 嘅，迄讲有翕到凶手，你真正是在破案了。我看要出唔是夢咧，唔用安講，迄講真見翕到嘛嘅，警察用會本人亂傳。嘿吼。这种牌一点都某一某失啊！我被告哎，不玩了。脾气。回到了。
水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我在浴室梳洗啊，听到房间有声音，我就跑出来看，什么事情也没有，这反而是浴室有声音，我就进去了，就门被反锁，那灯也熄了，黑压压一片，我急着想出去，就摔了一跤啊。平常时时晓得会死啊，你要晓得哦，鬼就很乱。哎，我听得懂啊，那搞不好偷看我的人是你。你干嘛？拄好就好个啊，那可能是笨懵啊。蹦，那我为什么内衣不见了啊？蹦。你是啥？来家顶我要顺压时间，来看人紧边边顶我尾也毋走入来，算了你迄目仔刺去啦。无啊，来家迄笔筒翕相啊！我听到这里有声音，我就赶快过来看。曹晃嘞？怎么没有去问他？今日曹凤根本就无得总演度，好吗？如果偷东西的是他，那内衣应该藏在附近啊。刚警察在外面查了半天，什么都没看到，除非他吞下去，要不然啊，应该不是他。我们警察办案很忙，我实在没有时间在那边听你们讨论到底谁是内衣贼。陈小姐，我劝你，如果你知道什么的话，请你赶快说出来，不要再像上次一样。什么上次啊？没有吗？你隐瞒你跟死者之间的关系，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？你跟小范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啊。你在前年跟小范结婚不到1年，你们两个就离婚。我说的没错吧？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讲？长官，这离婚对女人家不是什么好事，不用大肆宣扬。既然离婚了，就留点东西给人家打听嘛，干嘛当一辈子幸福啊？你这样子的解释，让你很难脱得了关系。我跟小范会分开，是因为个性不合。我们也谈好了，好聚好散，也没有什么不愉快，到现在都是好朋友。小范死了，我也很难过。长官，小范不是我杀的。我没有说小范是我前夫，我犯法啊？犯哪条法啊？我已经够倒霉了，莫名其妙头撞一个包，怎么你们现在联合起来欺负我啊？莫怪啊，咩来咩去，你得穷过来啊。这话不是这样说啊！我跟他各过各的，谁跟谁一国啊？搞不好你跟他是一国。是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隐私啊，他没有义务跟大家报告他过去的事情啊，警察先生，你办案了，也不要强人所难嘛。我们警察办案自己有自己的分寸，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所有人，没事不要乱打电话叫警察，浪费社会资源。你走。累。
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哈。阿雄爸，我想哪里加一哈寿司，我想看敢死去啊。好啊，好啊。秋哥，有件事情紧上紧唔通呢。哪个事情啊？伊毋免讲侦查不公开咩？因为佮警察紧讲案图，啊查案嘅方向，大家全都伫个啊。警察唔系案诶，我伫大家面前挑事嫌生存栏嘅带，就会要看大家嘅反应，还有可能出现嘅小小动作。哦，原来还有压铺哦。要用到药铺，佢就可能遇到困难。去洗啦，听讲年行要做事。冇爱啦，人去哪看啊？看爱多边，你无看到嘛个奇怪嘅地方。对啊，不过迄通到用潮湿嘅时间，但那条虾生出来不应管到偏速度，根本就看唔出乜奇怪嘅啊。要兴我人做，迄讲真见佢爱人，对哪里来咧？你同佢做做係真勁嘅，真勁有鬼啦！嘛个鬼啊！老爱天水下，我家愛做鬼哦！
唔系讲曹凤转来嘞？哦，佢转一下又出去啊，哪时啊？就跳下咩？既然哎呀无限，怎么给带到呀？咩唔知诶，一阵然后真紧动奇怪哦，好难听话诶。你了解曹凤无？我唔算去了解啦，不过我知吼，佢动好枪的，民众难用100一天会放钱的呢。哪几班？佢也无爱咧，佢都去人外讨，转去7家分啊。佢有洁癖。冇个有洁癖，还个动孤僻哦。佢现代表都会一生人来来去去，也冇看过。错诶，我也唔是看过佢老妈啥讲过一句话呢。哦，外地诶，你出翻译机吼？唔掂，好乱讲。你又唔係警察，想去查盲人就去查，想談嘅咩？你到底想要知道什么？很多，包括小贩的死亡时间、每个房客的背景，还有所有跟皮糖有关的资料。你干脆帮我们组一个专案小组好了。好啊，就怕你不敢。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，你的要求我没有办法答应。你别这样看我哦，侦查不公开只是规定。算了，自己想办法。喂，等一下，你怎么突然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了？不是突然，是一直都很有兴趣。你行去哦，是种人生用的，对手越强，人生哦就越精彩。你啊，有拄过对手无？唔好讲那总演啦，就算哦，鬼叫个抬头演，有资格能够行去的，无叫啥。迄生存难嘞，佮有资格无？你讲佢做嘛？佢有唔行去？无啊，我抢迄好去啊！今年伫家检房，唔去抢，老舅嘛佮无欢喜啊。哪有？我还是看唔惯咯，有鬼眼行去，笑到要死。敢唔会？也知道佢抢迄好讲小听听，佢真单纯啊。单纯，唔样单纯啊！我的嘛个有唔对。
哪个意思啊？我老唔讲啊，要生存难哦，马上世界变到马理想做个还是唔对啊。我第一个头摆的记者，讲佢记者好谈啊，其实就是狗仔。好了，可以开始喽。你东西都带来了吗？那当然，这个照片、光碟、磁碟片一样都不少。你确定就这些了吗？谢啦。这条街哦，就发太钱，我该动心买上去。没想到那生存人真的唔伫建设。这个2月份靠边的，从2份靠边因那个条街吐钱。最死的就会哦，那条街前面间征信社，要去查。两地只个还帮人调戏的啦，你根本就是生存人哦，系用个死路慢的，去设计。原来佢张黑李局，所以每个条街哦，是抢不到的，要生存来做起来，摆在一起的。跪下！为什么跪？回来啦！叫你跪着，你听啊？啊！讲啊！住手！跪啦！讲啊！生存人为了自改命啊，无法度啊，就强势切嘅。讲嘅生意哦，唔好去做记者。你若做切来就会，你若什么会看到钱，要看到命样的，为到钱。嘛，该事情做出来。你用不会抵案的。我咪讲诶。卷。条家，你还不会脑有散木竹哦？臭娘娘，做嘛干啊？不然就喊你哈，点都没喊到。是不太喊。哦。条家，王贵发讲的事情，你敢不相信？那种事情，佢应该冇可能骗你。唔过嘛嘅呀？奇怪怪。你弄嘛怪怪？
照记个讲你，更应该要注意记个洗通做。跳吧，迄免看佢摕油的哈。其深度有失。迄个王贵发心肝拄带着上目个咧。毋知啊，硬又毋许神仙。错嘞，上摆硬人毋讲个事，毋判到样个啊？就无啊。毋确定。爱过去情况就好诶。我会记得，迄发现物个一定我老爱先讲，千万毋好暗抛，知无？好，我知诶，条哥，你放心。毋过，用买钱无带伞。你哈是我啊你。你呀，不要小看这泥巴，天然死海泥，它会代谢你的角质。哎呀，哦，那改天我来试试看好了。哎，小心一点，这不是随便都可以试的哎。什么意思啊？它里面不是有很多什么微生物、矿物质吗？那过敏体质用会痒会肿。哦，原来你都是用这个在维持你的青春不老。什么维持啊？我不用维持，我就一直很青春啦。什么老不老？会不会说话啊？这女生。哎，也是啦，不然当初小范怎么会看上你啊？小范，看上我的人啊，多的嘞。既然追你的人这么多，那你干嘛选他？来啦！我跟小范就，你知道嘛，他年轻，体力好，又会玩，我就一时糊涂就结婚了。我单纯嘛。不过啊，这相处久了才知道，这个人呐，个性差，吃软饭，没才华，想混黑道，结果现在跟黑道啊处不好，所以我就跟他分开了。哦，这样，蛮可惜的。我觉得你们两个挺配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我听王贵发讲，你以前当记者的时候也是个狠角色。王贵发，他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啊，就说什么你以前当记者、当狗仔、会拍照什么的。王贵发那老狐狸的话你也相信啊？他有什么资格说我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说他是什么退休公务员吗？他骗你的，他是被免职的警官。
拿零钱，拿拿证件，领着账过去，拿着账过来。庄老先生，投资我们干3个月，上面交代没办法。你吃个月了，1个月来30万，我是要做生意啦。杨志杰，哪个杨？母羊，母羊。哪个字啊？志气的志。志气的志。我都要靠嘴的。这钱也不是我的。中队走。来，走。哎，啊，谁啊？对不？你安尼搞我创啥唔对诶？唔安尼。好嘞，我你搞我去啊，早晚做会到。所以他是在事件爆发之后才被免职的？才不是，他会被免职啊，是一件更大的事情。更大的事？王贵发啊，插股地下钱庄，玩高利贷，结果啊，分红谈不拢，被举发啊。你会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当记者的关系吗？不是，我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小范。小范曾经介绍地下钱庄的生意给王贵发，结果黑吃黑谈不拢，撕破脸。原来小范跟王贵发之间的关系真的不单纯。头哥，你来你这样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你！给啊！所有嘅谜团都解可以，外地凶手係乜嘢呢？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我諗唔講，梗係警察會來啊！我打電話啦，快！抽风嘞？哦，佢係忙轉來，唔過冇關係，也冇解事情。阿房啊，事情永远没得按台条啊！阿同哥，迄个多罪名哦，张地都讲你完全很这个这个闹嘅，那就扣人一急。阿上爸，你放心啦，唔通我講的吼，你係我人揀嘅結喎。有樣真好講，我就直接講，事實方面嘅凶手，就得也嘅檢度。你凭什么这样说？其实很简单，头哥喺你前无凶手，显比唔伫太家嘅背景，也下伫反美老沈春兰嘅股份，呵呵，真相就见来见清楚诶。阿邦啊，也係面下個院士，冇樣事情啊冇錯。唔咩眼事情冇唔錯啦，不過也係全案嘅重要通緝。反美老沈春蘭雖然離婚，不過佢哋嘅感情冇大快踢，尤其係反美，佢係一直愛戴沈春蘭。喂，唔好講冇哦。佢阿爸眼看到反美做定大夫誒，偷偷捏捏。对你喺房间走出来，头头娘娘，怎么？我跟我前夫藕断丝连，我又犯法啦！你要不要叫警官把我抓走算了？我马个是随便啦，重点就係反美和愛定，故說有人欺負你，佢就會推你出頭。俺意思講，有人欺負沈春蘭，反而要推佢出頭。結果，人都不認識。嘿嘿，冇唔錯。你想要讲什么，请你赶快说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是警官，
凶手手黑五，你这里俺，妈个东西啊，莫乱讲好冇？唔是啊喂，证据全对啊！那伫摆拄全黑五调翕沈春兰嘅相片。对呀，那伫摆拄全黑五调翕沈春兰嘅相片。呀，迄对眼监督深度诶。用了哪东西啊？反诶发现李志玲然后沈春兰嘅事情，啊，都袂死，想要保释，唔但抢案呢，佢还拿一件事情去恐吓李志玲。李志玲本年白都无入行，故说佢就情人，然后反妹骗到鼻头顺，也哈出老几。手有才华哎，不去做编剧可惜了，故事编得这么好。我看你也是共犯。小贩谁杀的我不知道啊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清楚，这些照片啊，都是我跟子玲的创作。你有什么毛病啊？怎么可能有事没事拍这种照片啊？平常叫你看一些时尚杂志，你就偏不。这些啊，都是精心的设计，艺术哦。对，我们有设计过的，我们想要踹看这样的风格。我跟你保证。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一定告你妨碍公务。小旭，走，走，拍摄了，顺利了。这样啊，同伴哦，不得不出来讲一讲，我见死讲错的。哪会可能？红叔可能娶了李子玲啊！小家，歹势啦，我真给唔要调试的啦！啊，小家，手讲唔会按抛，手迄唔透。我都记到相片，100就算不给死，我冇想到啊！算呢，安尼喏，也唔迄全无事无。啊，真紧哦，紧你慢慢发现哈。对相片看来，今日伫从个脑部个人应该就系李志玲。不过，戴衫两位好点点唔见咧。迄讲吼，有爱人，就算阿上伯无看到，佢今次去应该也有翕到啊。还有，相片明明就迄调翕个，沈春兰用杯推去暗坎咧。嘿吼，因为安尼哈。不过，我做伫确定个迄记录个背景，绝对唔会记录讲个案件的。冇错，我先面还摕到人来讲哦，李志玲讲迄讲表无钱家，事实上佢做手分家公司，是条路诶咧。通讲哦，要安尼抢款的事情哦，非到爱人用佛家，实在极太条的钱呢。
老实讲，唔比俺上家还较专业。像个兴趣婷婷啊，唔免嘛个专业的。甲比起其他嘅兴趣咧，莫紧张，来唱迄凊彩问问来听听啊。像俺聪明的人，应该无嘛个事情蛮会讲啦。还好啦，大家主要试家嘅运势，也唔会差。不过，迄讲上海多年，也手一定爱管。安子生，其实今日伫生存栏监督。那一款手机，你从俺脑袋给你出现。不过俺要客厅带衫的，绝对唔系你调嘅，故说俺怎冇讲破。俺定唔系坏人，其实真多问题，制造得透过治疗来解决。唔是非得试噶，唔放心，俺用阿个基因，我要好好过下伊。公司嘅事，唔咧，黑暗的，就光暗，需要钱的款票。敢能行较爱好好振作，敢唔系？电信嘅调入客厅，你就会离开。做得样？抽风了。你了解又是什么？错峰一仗，讲好当喺元朗嘅员工，其实佢喺元朗委托嘅拓仔公司。拓仔公司？佢喺底啊！就会委托的托总人欠的钱，你有冇啲啊？反美讲，有亚种事，阿上伯唔是老眼讲过。阿上伯无讲的事情无单枪亚肯。半年前，有一早会破产的建商比阿皮头吃散，民航员工。建设总领，一当初成不好多，师傅链嘅关系吼。阿小宝，救我！救我！我这样木头，阿小宝，加油！阿小宝，你冇事哦？有冇用啊？哎呀，我刚刚去鼻头水要提神，我有没有时间？有人急死我，哪个叫来而已啊？哪有可能啦？真的啊，有人急死来了。有数。就这样。哪有可能？我冇骗哦，係冇？我看一摆。这个呢？这个有鬼啦！啊！不，这怎么解释？啊！
凤老王规法了。错不对家监督，俺拿东西没说，王规法错俺不喊地啊，喊地喊去啊，古人种的。兄爸，以前大热天发本王规法。啊，那天发真无水的啦。来，痛没啊？等一下，物件就有通拢慢慢送哦。规范，摸手呢？莫名呢。那个放到后车厢。是。加上半年前的自杀案，这已经是皮塘第3条人命了。你们到底查案查得怎么样？这几个案子各为独立的案件，自杀案已经结案，小贩的我们正在查，还有现在这个，我认为是意外，请你不要混为一谈。意外？
我们已经查过了，王贵发的氧气筒已经用完。我猜应该是他要浮出水面的时候，被水草还有渔网给勾住，造成他窒息身亡。那王贵发为什么要装水鬼吓人？王贵发装水鬼不是为了吓人，而是杀人。怎么可能？哎呦，还好这个王贵发是意外死的。不然阿祥伯那天不就那个啊？不对，王贵发的死应该不是意外。你又有什么证据啊？我们救陈伯上岸的时候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皮塘里面没有看到任何有水肺产生的气泡，更何况皮塘的深度有限。就算王贵发真的被东西缠住，那在他缺氧挣扎的时候，怎么会没有人看见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王贵发下水之前应该已经死了。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，摄影机拍的画面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是啊，死人怎么可能抓到我的脚？那你说，王贵发为什么要杀阿祥伯？很简单，因为利益。平常周边的农地，已经有人在背后进行土业变更，因为没有公开，所以没有什么人知道。我推测，有人雇佣王贵发来杀害一直不愿意配合的阿祥伯。可是他领退休金过得好好的，干嘛要这样啊？你跟他很熟吗？没有。我们已经查过了，王贵发其实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赌债，而且他已经快要走了。徐景元，比如好好做。林飞啊，是你啦，俺要调试慢点呢。阿雄爸，俺无管你啊。也庄严，迄也求一生伊个心血，俺无想喺本期，因为一时啊看唔过来，杀了本银行啊依法破卖。其实也求望过身以前。左手答应来，讲喺老庄严买本来，古说来张威，搭上年咯，只有时间哦纳理智。虽然还冇有辜负啦，不过我做出来也会哦，当做一次家嘅屋下。欠债嘅事情哦，我冇老人讲，我喺讲知道以后啊，稍微抛弃继承，跟野球嘅心情，佢就完全就了得去嘅，错冇？俺自细啦，阿雄爸，若定想老爷输黑，若去上班没强用，故说至少，一定我老人去强下啦。好啦，那样讲哦，我就安心的啦。迄爱抛弃继承，怎讲啦？也比同度又睇到几妖魔鬼怪，一下青葱肉嘅迄老记着一扎一扎撒出来。错啦错啦，
唔能講錯啦，唔該晒。就是最好的就是爸爸年天的人生，就会按现在变完了。不完了。等一个人的事，就会来过了。兄，到底係乜嘅啊？对笔筒考试。把事情讲到用完了。佢哋話限聽人哋3日一到啊，冇答應實做唔得。唔用咩啊？冇可能答應啊！一答應下去啊，心中碼頭啊，永久是拿唔轉落嚟啊！人心臟嘅啊，人口增加硬多，佢做啲工種嘅土地，會唔會解掉天天啊？佢講。人3年我饲條尾土色，佢自由用牽條馬嚟。不過，人較少，佢哋人較多，我比啊，人咪比輸人啊。自由啊，那我潛所在嘅落實咧。就講後生嘅唔係表演術啊。
有人讲，是爱无求命，也无求财，只求有人讲，点爱一只错的方向，点爱一条命路。新庄到台北盆地的东岸，做地讲是北埔开发较早的几个地方之一。因为淡水河的宏远带来繁荣的商业，人口呢要进来进多。到资源有限的情形下，唔但将好路、客家所有的利益团体之间，为了生存，大小冲突不断。到1840年，支援东九的国防。总算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，客家人果不將放棄長久經營的新莊，順定大口坎海，也就是根本一個大漢海，南怕拖延清高生存之地。也喺新莊路嘅公益國服中，只有條牌行人嘅信用中心。唔講嘅係三山國王廟。錯啊！那風雨好多年沒有比起來，經營國服中有一種無窮有嘅感覺。客家人雖然這位享福還係從路見。今日到客家人都投人高票咧。中庸啊！而家大學還係冇辦法安定下來。外面咧，外面哦，有啲人就開始分享啊，見大家和平相處。向下分享資源，此來此去對大家就冇好處啊。聽講有一隻相用的高速先生，千山萬發給大家的元素，肯定就會否決。冇想到要出一件事情，唔但將亞裔動態的衝突，還造成悲痛血案。發生乜嘅事啊？也書封就冇寫到咧。明飛，什麼人係？唔記得係我喺日頭學海小軍啊。同學？係啊，我都要做主角，唔嚟我都呀。我嚟請資料啦。哦，你哦，啊，我趕時間，明天發現劉邦來，馬上請吃飯。得嘅啊。我等打電話俾你咯，拜拜。拜。好地咯，冇班頭要播一啲比同樣嘅新聞。阿雄爸，我跟你說，這新聞啊，一定要試寫，新鮮，不然啊，觀眾失去興頭，不管你多大的新聞，都變舊聞，沒有人要看咯。懂歪懂歪，不愧是做過記者的哦，很會很會。懂也。老受一個事情丟出來看，佢講用食物鏈嘅關係對苗財海苗來想。8年前刺殺嘅奸手，總理退休警察，假
松鲁莽，还有提防机仔。伊条嘅成分都有一定程度嘅关联哦。再加上阿雄伯差点被加害，你是地主哎，这关系就越来越明显了。不是，阿雄伯不是地主，而且还讲你听听。这我来讲，迄讲事情还蛮说，凶手给他一张木票，是丑凤，也是盛纯兰。英，总演给法庭几声音？还是李子玲？不对，李子玲是科技新贵，这个食物链她是排不上的。所以照你们这样讲，马英鬼没事情哦。哎呦，你的梦想很多啦，要判案的事情哦，就搞跟警察去判就好了。是吧？啊，有一件事情唔记得讲诶，哪个事情啊？这王贵发嘅解剖结果证明，佢真嘅咧真实嘅。据说宋班人讲，佢喺死后将跌落笔筒肚，迄唔错嘅。敢讲要真件係一场意外？哎呦，吃饭嘛，我们不要再讲什么解剖，好不好？这样吃不下。好了，是吧？来，那结论不出了，嫌弃也差不点。杜明飞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王子？王子，这李子玲啊，天天鬼鬼祟祟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？你才心怀鬼胎，表里不一耶。也为迄专门老人干老盐嘅疫苗啦。比起一般嘅屠宰公司，一枪唔要按3万。你是谁哦？还有阿峰吧？他人已经不见了，我已经好几天没看他人了。跳摆梦醒感应新游戏，现台梦醒感应新人心，梦醒来了。跳摆梦醒991摆，咩声音？现台梦醒咿咿呀呀，自在人。跳摆梦醒跳粉红人，老怀念。